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7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避免林坎挂造成道路无平，市府干务局积极甲各公线单位沟通，引进各外新的工法，希望减少施工的时间，会当提早开放通车，甚至完工以后林坎挂更加美观佮坚固。对此，自来水公司就率先响应示范。由自来水公司响应工务局推动的人孔改新的施工方法，上午伫安平区建平路甲樱花路口率先示范。工务局表示，依据台南市道路规划管理自治条例第24条规定，以一个车道的空间做守护，以及3档禁止开挖的可牛，加上常常发生人孔改边仔下陷，造成道路未平等等的情形。所以才来推行新的施工方法。今天呢，就是因为自来水在去年，我有跟他们处长讲说，你们那维护成本1年要12亿，在合并前才10亿，你差的那2亿，你去引进新工法，你省很多钱啊。他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在今年他就是有编预算在做这些示范。那不但是我们自来水有在做示范。台电的输变电，还有中华电信，他们也都有在去找这些新工法，比较适合他们的，不管是圆形的还是长方形的，他们会去找，那也是会比照他们。虽然这项新的施工方法比起传统工法至少加出3倍以上，但是传统的工法一档的维修成本也是未少。比较之下，新的工法不但改善以后道路未平的问题，而且施工期真短，大约2点钟后可以当开放通车。我们配合市政府的路平砖这个施工法将来做完以后，它是整个是圆形的那个在感官视觉上比较好，然后做起来就很平整、很平顺。那施工完毕大概20分钟，车子可以碾压然后碾压以后也不会再下线，对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是很有帮助的。该施工方法伫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推行拢相当成功，不但工法简单，施工面积小，也免一车道进行修复，更加无3档禁止开挖的限制。上重要的是，袂造成道路未平，减少事故伤害。因此，工务局才会积极向各管线单位来进行宣导。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台南因为本社迁运费用不断起价，连带户经营登记照护业者成本增加，有业者甚至考虑要加收尿布处理费。对此，议员李文静出面要求市府爱想办法协助业者，唔通去增加民众的负担。多位长照机构的业者，在议员李文静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对清运公司的收运绩效制定标准，若无将无排除向每一个人加收500块的费用。对此，议员李文静也要求相关单位重视这个问题，若无对有长照需求的家庭来讲，负担将会更较重。因为你也想讲，这个尿珠这伊若伫厝内有若是共款家庭本色啦，你袂使讲伊即马咱长照机构咧。照顾这老大人的时阵，这个尿珠伊就变做一个爱加5倍、加10倍的一个事业废弃物的一个成本嘛，对无？所以咱政府环保局和社会局咱来讲看这个代志，看要安怎处理、安怎解决，安尼较对啦。所收入的拢是劳务费啦，阮是做工的钱尔，照顾的钱尔，并无讲搁去。其他会搁趁一寡有诶无诶啦无迄款诶利润，所以一般诶即个杂志若一个开起来对阮逐个经营拢总是足痛苦诶。会后议员做出建议，强调收费规定应该比照其他县市开放。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长照机构困境，议员伫后礼拜一将邀集环保局、卫生局再一次开会，
进一步解决问题。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农历6月18，国历7月11是地府王爷圣诞。安南区十二店南天宫今年特别对7月8号开始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包括卡拉 OK 比赛、OA Studio 的街舞表演，以及连续3天大型的金光布袋戏演出。而且，地王爷圣诞当天，佮免费提供平安圆、素食糯米加过7星平安桥，欢迎大家前往到来咧。在地南天宫恭祝地府王爷圣诞，每一档拢会举办地王爷生庆典活动。今年为了让庆典更加热闹有意义，也特别结合卡拉 OK 比赛加街舞团体表演，对国历7月8号拜六暗时展开。首先登场的是上主村三广有线电视第11届英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安南区初赛。现场都来当欣赏选手的好歌声，也当食冰机、参加吉祥鸭操作、加有奖竞答提奖品，以及液晶电视摸彩。来，要摸出我们的幸运得主了！哇，好，来。这是在他的里存年轻电视嘛，哈。对啊。安尼好。罗玉琪。罗玉琪有在现场吗？来，赶快上台！帅哥了哈！哇，好。国历7月9号礼拜下晡3点到5点，特别邀请今年伫世界国际街舞比赛得到台湾团体组亚军的 OA Studio 甲姐舞蹈表演团体，再来五战狮王 OA 精彩演出。国历7月7日暗时7点半开始安排恐龙队歌舞表演、写神歌戏演出，为地王爷暖寿，并且免费提供平安红圆，和善信大德食平安团圆。国历7月11号，地府千岁圣诞当天，上午9点到12点进行各有奖交背景、各社团团拜祝寿大典，现场嘛提供现煮平安红圆。下晡2点半开始，免费提供平安素食糯米。下晡3点开始，免费过7星平安桥、精油和善信大德消灾祈福。而每一档举办的过7星平安桥，拢有数千人参加，非常热闹。下晡6点开始，夜间的射景只有下境平安、增温重阳。下晡7点半开始，同款安排恐龙队歌舞表演以及写神歌戏加大型的金光布袋戏演出。在店南天宫诚心邀请民众做伙小节去拜拜，参加系列精彩热闹活动，共同为地府王爷圣诞祝寿。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咱台南是元老信用的发源地，各大庙宇的元老拢有因的特色，所以台南伫去年推出元老定点的特产以后，今年再次甲庙宇、观光工厂以及饭店跨界合作，上午正式发表相关的奖品甲体验活动，也邀请全国民众趁暑假拢来台南找幸福。为了行销台南元老的文化特色，这摆市府文化局特别跨领域梅下奇美观光工厂、嘉嘉西市场旅店、台邦尚旅以及南昆新大天府，拢出其中的名，或者美嘉台南相当艺术，同时因共同开发相关七色爱情嘉年华的特色商品。其中即客包括烟粉、红线、酸酥、鱼汤加元老所是起来的礼盒，就号称是求姻缘必胜的奖品。摕这去拜月老吼，月老绝对也咧保庇吼。内底有啥？内底有南昆新庙的红线，有啥？有咱的烟粉，擦落了有啥？有人缘了对啦，吼。有咱月老的钥匙圈，跟你长相左右吼，让你带着走。啊，内底有啥？有奇美食品特别做的哦，现在最夯的芒果酥哦，啊，内底有糖果吼，这是什么种的做的糖果？一般的喜糖啦吼，所以处长您讲叫做金玉良缘。
同时，会中伫文化局长基美食品董事长的见证之下，这两位由南昆新大天府所牵线的新人，嘛特别出席记者会，将原老的奖品送予总干事，感谢蜜蜂致给良言。会中文化局嘛借此表示，台南是元老信用的发源地，嘛邀请民众有机会拢来台南找到幸福加美满。但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最近这几档台南的旅馆产业愈来愈兴旺，不过其实今年的业绩并无预期好，所以嘛，互业者思考除了硬体以外，如何降低市场的冲击。其中，就业者引进管家概念，来提供在地上界大型服务。对着旅馆来讲，如何经营、居住等等，除了硬体以外，嘛希望做一寡互旅客感动的代志。所以为伫成功路的文创旅店，特别甲学术界合作，第摆伫台南引进管家的概念，然后将一个管家配一间客房有专属服务，连如何调整镜头有好的困眠，都会甲旅客相当大心。我们在看他这个姿势的时候，其实要看他的肩膀跟他腰的距离。好，那如果你饭店是2颗枕头的，我们通常会有1颗枕头，希望你是夹在膝盖弯曲处这边，然后这样会让你的整个腰往下沉，然后会比较贴。好，第二个注意它这个地方有没有平，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平，所以我会请客人再起来一次，然后再调。我们管家的服务内容从他订房开始。车程的设计，看他是搭车或开车，或者是说有专人的接送，再来到刚有提到的景点。那么景点的设计，我们会先行有一个的个人的比较专属私密性的问卷baby， 比方说他是喜欢艺文类的，喜欢看什么书的，那么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程的一个服务，行李规划的服务。其实在早期有钱人他们出门是不需要带行李的，用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几年来，台南请真侪建筑师、设计师，甚至艺文工作者投入旅馆产业。不过，如何伫竞争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业者引进因公这款技术，也是咱讲管家的概念，也是强调服务，而且是有在地美的服务。第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伫台南经营超过30档的目镜行老店，已经开2个月时间装潢，预计伫7月8号重新开幕。业者表示，该种以后目镜行用了大量台南的文化元素，包括模仿台南电花园的教堂，加上古社门美术馆的意象，希望呈现新甲旧融合的风格。至今日店内，马上感受到木材温顺的线条，再详细一看，会当发现不少符合台南的设计元素，包括有地方花园、巴洛克风格的拱形视窗，以及古社门的意象加美术馆的建筑元素，互店内的风格散发出新调融合怀旧的气味。我们店有分为 A 区跟 B 区。那 A 区的话，我们是以现在正在新建的台南美术馆为概念，它里面有2个特色，一个就是斜线的堆积跟悬空的设计，所以我们里面的桌子
是全部以悬空的方式设计，然后天花板就是以斜线的线条来表现。那我后面的就是地方法院的窗户，然后这个的地方法院是在日据时代就建筑了，已经100多年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特色带到我们店里面。这间传承3代、经营32年的台南目镜行老店，富前路总店伫正中心装潢，并且准备伫7月8号重新开幕。为了甲老顾客分享这个好消息，也借此互更较侪人知影这间老店。伫开幕当天，民众只要来店内，各有礼物通好摕。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是跟台南的那个在地的文创商店，合成帆布行合作，然后我们把这次的设计的特色放进来，只要当天来打卡，就送合成跟我们合作的帆布包。那另外还有德国的水晶杯，还有韩流的眼镜戒指，也会一并送给你。业者表示，店内目镜的品牌甲款式非常的齐全，有全球限量的联名款，也有名称真假意怪款式，也则是南部较看袂到的牌子，伫遮拢总找到。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市国文化村甲虚拟实境的技术团队合作，将科技元素扎入文化历史空间当中，并且规划全新的体验剧场，相当特别。现在带大家先来欣赏。伫咧石鼓的蜜糖馆内底，原本只是一般的文书展示空间，但即马引进了上盖新的 VR 体验技术。制作团队将百年糖厂工业风格环境作为背景，佮加上石鼓的古角，互来省的游客拢会当伫咧 VR 的虚拟实境体验当中，成为一名优秀的拍鼓者。它那个里面的画面，你整看到的那个视觉上的部分，其实它是从我们法国来的美术家来的发掘，然后他就是因为想要就是把台南石鼓这边的文化村这边的风格就是带进来，他就是来了很多次去研究，然后去熟悉他们整个这边的环境，所以它里面你看到的东西，其实还蛮多东西都是因为那样子，就是把我们就是从那边就是发掘出来，对。然后另外就是乐器的部分，其实乐器还蛮有特色，但是它就是因为从台南石鼓这边来发掘的，他们就是跟我分享他们的音乐，然后从音乐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他们用的那些鼓乐的部分，其实都是你所看到的我们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些乐器，所以乐器的部分我们就是来这边现场来拍照，然后就是把它就是转成3D 这样子的模型，然后就是把它带进来。伫虚拟实境的体验当中，加入了石鼓的音乐元素，让每一位来省的消费者拢会当进入这个音乐的平台，创作家己的乐曲。然后刚才他们就是讲那个 Lyra VR 就是得奖的那个产品的部分，它是一个 VR 创作音乐的平台，然后那个其实是我们是一部分就是套用在我们这个台南石鼓的那个体验的部分，那它就是我们让它就是客制化，然后把台南石鼓的一些传统鼓乐的部分，就是把它套进来这样子。5分钟的体验时间，将带予体验者全新的感受。即日起进入到石鼓园区的民众，得当到体验剧场，以50块的折扣价格进行体验甲创作，完成一支属于家己的乐曲。伫咧结束以后，也会当加买 USB 手环，将这份影像记录保存落来。咱新闻网采访报道。现代人习惯坐久，加上时常翘骨翘脚，长期要得压迫到腰脊骨，变成椎间盘突出，所以先建议会当先以复健甲药物来治疗。若是状况犹原无改善，则需要进一步变过来手术。而其中采用类似件的切除手术有相当优势，下面做回了解。腰椎椎间盘突出的镜头，包括有坐骨神经痛、脚麻无力。医师建议患者首先也是以复健、药物、保守治疗为主。若是3到6个月以后，犹原无改善，才会考虑采用手术。
李手术佮分做纤维脊椎椎间盘切除术、佮真皮内视镜椎间盘切除术。其中内视镜手术空喙无到1公分大，佮无需要全身麻醉，所以一般手术后隔长天就会当出院。基本上椎间盘突出并不是一定要开刀，基本上病人需要手术，大概就是说病人经过复健治疗、经过药物治疗。症状都没有改善，持续还是痛，甚至已经开始造成肌肉无力。那这时候确实是有开刀的必要。最早期所谓的椎间盘切除手术，我们神经外科一般做的所谓的显微的椎间盘切除手术，相对的它的伤口稍微大一点，那它对旁边的这个肌肉组织啊，或是骨头造成的破坏会稍微大一点，所以呢恢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经皮内视镜的这个椎间盘切除，因为它伤口相对的蛮小的，大概不到1公分，那病人的恢复时间来得快，那整个复原时间就缩短。医师指出，不管是传统的显微脊椎椎间盘切除术，甲真皮内视镜椎间盘切除术，都有机会造成神经损伤、空喙感染等等的并发症。为了避免神经伤害，吉比医学中心在手术当中，都会使用神经监视器来增加手术的安全性。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一名60岁男性因为小便有泡，佮下便规身躯水肿，小便检测等等情形，后来经过病院药剂测片，确定是功能出了问题。对此，医生表示，小便持续有泡，也是有蛋白尿，虽是观察药剂病一种指标，但是嘛可能是暂时的，所以需要进一步来诊断。民众伫咧小便的时阵，若是持续发现有泡，应该爱进一步到病院检验。因为若是确定有蛋白尿，就有可能是药剂方面的疾病所引起。除了透过试纸做初步检验以外，也会当进一步做超音波，或者是药剂切片检查来确定。泡泡尿，你们最担心的其实是蛋白尿的出现。那因此初步的一些筛检，我们可以借由尿液试纸来做判别，说泡泡是不是由蛋白质来形成的。那至于后续的蛋白尿，通常需要再辨别它到底是比较良性的蛋白尿，还是病理性的蛋白尿。所以呢，后续的检查包括说我们需要将蛋白尿量化，那以及再配合其他的实验室检查，或者是超音波，甚至需要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包含肾脏切片，来辨别说蛋白尿的成因。医师强调，一旦出现蛋白尿，佮必须先分辨是良性的，或者是病理性的。参像良性的，就有可能是因为注射，或者是发烧，以及运动过后引起的暂时性蛋白尿，并无需要特别治疗。但新闻这山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风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9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7月7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